我过去是在做空间的，但是我一开始做创作是因为，在做建筑的过程一直在思考，就是空间或者是建筑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发现我以前是在念的时候是很喜欢都市计划的，其实更喜欢都市计划或者是基地分析的一些东西的，比起就是一个明确的建筑体系。然后我在想，所以那时候应该就有开始在想说，我好像不是喜欢去设计一个建筑的本身，然后所以我在想，我在思考的那些空间应该都是比较不是传统想象中的那种空间，它可能是一个比较无形的或者是比较看不见的空间这样。对，然后所以我的作品可能都会跟这有一些关系。然后现在就是可能讲起来很抽象，所以我今天就是找了一个案例，就是其实我喜欢的作品，就是因为我不确定大家对建筑的了解到什么程度，然后但是这个作品就是很有趣，它是一个它有废弃的加油站，然后是这样做，在这边，然后它的这个花园就是它在加油站，就是加油站它是有个大屋顶，然后跟一些柱子，然后它在加油站的四面，就是它请了一些就是缝制的一些可以拉动的窗帘，然后最后还是可以变成一个电影院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可能我喜欢的空间就是这样有点有趣的，就是对，比较有趣的事情发生。这好像是一个动物，但是这里看不到。我今天是动物，然后看不到。但没关系。然后就是不知道大家会觉得这是建筑嘛？就是对我来说，这就是可能比这样的一个房子对我来说，这样的东西可能对我来说是更建筑的建筑，或是更空间的空间。然后，我这次要分享的主题叫做空间的叙事，就是为什么会觉得那是更建筑的建筑，就是因为我觉得那样的空间它非常有在说一个故事的感觉，然后所以这个点是很吸引我的。然后我平常就会很喜欢，就是拍一些像是这样的照片，就是我觉得尤其台湾人，我觉得我们的本能很强，就是就是很善于在空间里面创造空间，然后就可能图有点模糊，但是可以分享，就是在淡水的一个榕树，然后有一个阿伯就是跟着那个榕树的树形，然后那是他的床，对，然后上面另外一张图是在台南公园，其实，在两棵树的中间的那个保地感，让人很喜欢待在那边。然后这张图是它只透过一些非常不平衡的主管，然后就可以创造很多摊贩的空间。然后另外这张图是它其实是一棵很大的树，然后因为它大到就是它可以容纳很多设施跟座位在里面，然后所以就是庙方他们就是加了一些柱去支撑那些树干，然后那里就变成一个很棒的休息空间。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像这样子被创造出的空间，它有一种对我来说它有一种透明感，怎么说？它不是一个水泥或者是一个钢构去构成的一个空间，但是大家的本能会去处在这样的空间下面的某个地方，然后我觉得这是很吸引我的一个点，然后所以我就开始了一些实验，然后我的实验的开始，其实我的选材就可以讲有点久，但是我其实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做调查或研究类型的东西，所以我在几年前我开始接触一些台湾的植物纤维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要用这个东西去开始我的创作，然后我第一个接触的纤维是香蕉丝，
就是在那个花莲那边的一个部落的香蕉式纤维。然后那时候就觉得纤维超级有趣，就是它非常的，你可以看到它是很柔软的一个东西，但是它透过一些技法，它可以编织成某块布或之类的。但是我就有点贪心，我想让它有点立体成型，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实验用香蕉丝做一些立体成型的东西，对，然后我觉得纤维它的有趣，就是它非常的软，但是你只要多给它或少给它一些步骤，它可以不用添加任何东西，它就可以自己成型。然后这个东西是苎麻的纤维，然后是台湾的台中的马屁花部落那边他们在富裕就是苎麻这种纤维，然后这是他们早期在织布的时候他们其实早期在他们部落里面的长辈都有在种，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后来就是工业化，然后就越来越发达，其实部落的里面的人他们都没有在织布了，所以就苎麻这个东西它其实就已经没有在那边种了，然后但是他们这几年就是很努力在复育这个东西，所以我就有机会认识了这个纤维，然后我发现就是因为市面上的苎麻它可能它那个纤维是植株它被很精细的处理过后变成的丝线，所以它是很柔软的，然后但是我在摘采它的过程中发现我不去把它做那么细致的处理，我留下它一些比较木质部的部分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些结构性的，然后我就有点利用这个结构性去开始发展我的柱相关的作品。然后我很喜欢做柱子，是因为其实柱子在就是建筑空间里面，它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然后它有一种就是其实，在那个日本的一些传统建筑里面，柱子是很重要的精神象征。然后它的那个时间性跟那种精神性是我很喜欢的。然后我就在做纤维的，可以说是编织的过程中的那个付出的时间跟那个劳力，我觉得其实就对我来说是对应那种柱的，其实是跟那个柱这件事情是有一些对应的。然后所以我就其实就是有点想要挑战看看这些柔软的纤维有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跟我给他们一些结构的设计，让它可以自己变成就是有办法支撑起来这样子。然后这些纤维它其实都没有另外再加任何铁丝或任何的胶，什么都没有，它就是靠我用三角形的结构去连接它，然后因为圆柱体它就是一个在建筑结构里面比较坚固的一个东西，所以去做成这样的空间。然后这个作品它就是好几根柱在一个平面里面，然后留出一些空白是可以行走的地方，然后观众是可以自由的停留在那些空白处。然后这个东西就跟我前面在调查研究的那些大家会就是那些空间里面，大家会自己处在一个很舒适的那个状态，有点像，就是他们这个空间其实很透明，但是大家都会处在自己觉得很安全的地方这样。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个，其实也是类似的作品，但是它是一体成型。它原本我今天的影片好像都没办法，它其实是一个轻微的作品，然后它是用黄麻的纤维去处理的，然后我是在一个当年的废墟的空间，然后我就想要给它一个柱子，因为我发现它有点奇怪，是它的墙面上面有突出一根钢筋，然后那个钢筋突出的位置很奇怪，然后我就有点想要做一个东西跟这个钢筋结合，所以我就设计一个。我就先灌了一个，就是跟这个墙面的突出有一点突出的宽度一样的水泥柱，然后我就用黄麻的纤维去编织这个水泥柱，然后编织成一个柱，然后最后我把中间的水泥管敲碎，然后敲碎以后就是外面的这个纤维柱。对，然后其实我觉得
在做建筑体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会先做模板，然后去灌水泥，然后它就会成，它干了以后就会成型。然后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纤维本身它是很软，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线它本身是很软的，但是我就是一直编解它，我会先把它泡水，然后我就会一直慢慢编解它，然后一直往上编解，往上编解，然后我编解的过程它会慢慢干掉，然后最后就是我编解完以后它干了以后它就可以这样子成型。对，但是当然这个你现在拿一般的线去做这件事情没办法，因为现在的很多线都是被很精细的处理过，然后所以我都会我大部分都会找植物的原株，然后不去过分的处理它，让它保留一些植物的胶质跟植物的木质物等等，让它保持那个结构性。对，然后再来就是其实再来就延伸说讲到我植物纤维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件有趣的事情是，前面我选的两个材质都是台湾现在台湾蛮也不是常见，就是一个是驻马是台湾的，而且部落在富裕的，然后黄麻是台湾南部常见的一个植物，然后通常是做麻绳的材料。然后，但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做纤维吧，就是举例大概像牵牛花、构树，其实这些植物它其实就是看你怎么玩，它就是都可以做成。然后就觉得植物就是很厉害的地方，就是我觉得它很厉害的地方，它有一种记忆力的感觉，就是它好像可以记录某个地理的环境，就是你在台湾你找到的可能构树的纤维，跟在日本你找到的构树纤维，它们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的不同，就是它可能因为水分或空气或者是阳光的程度，它的材质就是可能我这个东西我在台湾可以成型，可是在日本可能就不一定可以。对，然后我就发现，因为我之前就是在研究一个葛藤的纤维，然后在台湾的葛藤纤维因为湿度很够，所以它其实是蛮柔韧的。然后在日本的葛藤纤维，它通常都会很精细处理后，然后拿去做合成。对，然后我前阵子我去年底去马祖驻村，然后那里也有就是很大量的葛藤，然后但是马祖它是一个就是蛮干旱的地方，然后加上它就是中国是海嘛，就是它的环境其实蛮恶劣的，然后可能很多都是岩石的地形这样子，然后对，所以就是那边的葛藤是非常的就是很坚硬的，对，很坚硬的材料，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想要把就是植物可以记忆这件事情就是做出来，然后所以我那时候我忘记讲到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马祖熟不熟悉，就是我在那边驻村的时候，就是早上的东西做材料真的很少，对，然后我尽量就是我不想要，就是他们有一种说法，就是不要带东西去，就是带去了你就全部变成垃圾，他们也很难处理。然后就是你要进入岛跟你要离岛，你东西带进岛跟带离岛，其实都是一个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负担。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就想说，不要用太多就是额外的材料，然后想要用当地的材料去做作品这样。然后他们早上其实，因为如果我用纤维创作，其实我就得自己去取线，现场请那些课程材料。然后另外的材料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知道马祖那边的报纸跟我们的报纸是不太，他们没有什么自由时报、苹果日报那些，就是因为那对我来说就很轻松可以拿到，可能在他们那边只有马祖日报。但是很有趣的是，马祖日报是从台湾印制，然后每天坐飞机去的，但是因为飞机不一定每天开，所以有时候他们拿到的新闻是前几天的新闻之类的。对，然后但是他们岛上就是我可以找到的纤维材料，就是一个是自然的纤维，另外一个就是报纸。但他们报纸那不是报一天可能只有一页，就是只有一页，对。然后不是大部分都是报岛上的那新闻这样，然后但他们的山多光是靶子，打靶的那个靶子，
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我要用报纸跟纤维去做这个作品，但是这个作品我讲有点久，但是反正我就是一直在尝试，就是我在想绣这个东西，就是刺绣这个东西，因为刺绣通常都会想让它在布上面做这件事情，你刺绣完以后，那个布就会变得很柔韧之类的，但是我在想说，那如果我把刺绣这个东西放在纸上，因为你放在纸上，它就是刺破这张纸，然后你又把它缝起来，然后我觉得这个动作很有趣，因为你一直在破坏的东西，可是它最后其实它这样子会变得有点柔韧啊，但是那个质感很特别，就是跟在布上刺绣感觉不一样。但你看到这个纸上差不多动动的，它就是一直被我破坏的过程这样。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要用纤维去记忆一些，然后所以我就我这张图其实是海图，就是在马祖那边有很多观测站，然后观测站它们上面都会有一些，就是为了要看，就是阿斌哥画的一些海图，然后那些海图都蛮可爱的，就是对阿斌哥的手艺，对，然后这很有趣的是，因为现在已经是离开就是战务时期，所以他们很多就是当初的军事的设施都已经荒废了，然后其实整个岛上的状况，你就会感觉到很多军事的设备，那些战车什么全部都不知道跑去哪，就是都消失，但是就发现了一个很脆弱的纸张就在那边飘，就是在那个堡垒里面飘，然后觉得就让我很震撼，就觉得就是最后留下来的好像都是这种很柔软的东西。对，然后所以我就很想要去把这张海图记下来，然后呢，其实岛上很多房子岛上房子都是用石头做的，然后因为现在就是大家离岛的人很多，尤其我去的那个岛，它又是离岛的离岛，就是我到马祖后，我还要在坐船，每天只有2、3船可以到那个岛上，然后所以那个地方就是非常的偏僻，然后所以那里的房子都是整个是崩塌的状况，然后只剩下一些石头，所以我就很想要去用纤维去记录这个石头。对，然后但这个要讲的很久，所以我觉得可以跳过。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作品就是我用刺绣的方法去把这些纸张缝起来，然后我想去记录风，就是因为那边风很大。然后就是他自己的这个作品也有点行为啊，就是因为我一直在那边抵抗风，然后在那边就是缝那些纸张，对，然后他其实就是在破坏那个纸，可是我要想办法把它们就是用在一起的，对，然后后来是用这个来记录那一个风，对，因为我觉得好超时，对，然后因为刚刚讲到就是我对于空间是很喜欢的。然后，就是其实我平常的工作也是真的很认真在做创作，因为我是在一个设计公司工作，然后长时间都在做一些填调相关的事情，然后很喜欢做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我的工作我可以调查到很多有趣的事情，然后我最近就是有2个计划都是因为我的工作，所以我想要发展的2个计划，然后都有一点点起头了，然后。但我觉得这2个计划我有点喜欢，所以跟大家分享。对，一个计划叫做无伤大雅，就是这个计划是一个大家知不知道，就是台湾的骑楼，它其实是有一个很有趣的规范，就是骑楼你离道路退缩有1.5米，然后跟你中间要留我忘记退缩2米，然后你中间要留1.5米的通道是那个基本规范，但是在这个规范是应该说骑楼空间，它其实是一半不算是公领域，但又不算是私领域，就是它这个是你家的骑楼，但是你因为政府会怎么说？政府会希望你留出来你的骑楼的一些空间，让行人可以路过，然后这是在日时期就有规定的法规，然后所以就是台湾的骑楼有一部分算是跟政府交换，就是对政府会退税给你，然后但是你要就是供路人行走这样子，所以它是一个在公司边界的一个很有趣的空间，然后所以台湾人就在这个空间里面做很无伤大雅的事情，
对，就是可能摆摊啊，或者是就是种菜啊，然后或者是就觉得海边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对。然后对我就是在就是做评标这件事情，然后可能之后有可能会变成某个作品，但是这个还没有继续，对，这个还没有可能还没时间把它变成作品。然后另外一个是很有趣的是我工作的地方在台中的中区，就在台中的火车站的周边。然后那一带很有趣的是，那里有一个地方叫做东协广场，然后就是有很多移工会聚集在那边的一个空间。然后会聚集在那边是因为台湾的移民工就是他们的休假日很少，就是他们几乎只有1天的休假日。然后就是厂工，就工厂的厂工。然后但是台湾的厂务工是几乎你全年无休的，你就是对，你就是偶尔你能请假跟老板说你要出去之类的，或者是老板可能1个礼拜只放1天给他。然后这个劳动权益的劳动条件其实很不好，然后所以他们都会很珍惜，就是那一个1天的假日，所以每个礼拜天你就会看到，就是台中火车站前面就是会聚集超级多的移民工在那边，对，然后他们就会去东协广场里面办事情，例如汇钱啊，然后或者是寄东西回家啊，然后之类的，然后买东西之类的。然后就前阵子听到就是之前我们公司有办一个活动，然后反正就是跟移动相关的活动，然后就有人提到说，就是其实到星期六的，就是每个礼拜六的晚上那一天，就是会非常多的移工，就是会租，就是我在附近的那个饭店去睡，就是去睡一晚这样子。然后，但是后来我们调查发现，就是他们睡那一晚，有时候只是跟就是朋友们一起在里面玩，然后或者是就是隔天可以去东协广场比较方便或之类的。对，然后当然我们发现，就是后来调查发现，就是其实那一晚有一些看护工，他们会在那个晚上，就是他们会去租一个房间，然后就在那里睡觉。就他只是需要一个他自己的空间，因为他在他的就是他的服务的对象的家里，他可能都只是一个屏风后面的一张床，就他没有自己的空间，他随时要看着可能奶奶一点，所以他都没有自己的房间。然后所以我就很想要，就是我的现在这个计划是我最近在找一个旅馆，然后给我一个房间，对，然后我想要让他们有自己的房间，然后想看看他们会想要在里面做什么事情，对，然后这大概都是我就是最近在关注的事情，对，大概是这样，对，感谢。